中學同學畢業60週年，香港一天遊之藍地妙法寺季季紅壁畫村，由屯門公園坐旅遊巴到下一站藍地妙法寺參觀。呢個就係今日參觀嘅路線圖。入大門後轉左，先往萬佛寶殿參觀。經過2010年建成嘅7層妙法寺大樓，喺呢個新妙法寺落成嘅時間，好成山，我成咗3個月到山，因為嗱擺得好多落去嘅。有行人天橋連接新舊兩寺。殿寺前假山流水，養心獨運。寺外兩邊有麒麟同埋6牙白象各一對，頗為壯觀。6牙白象係普賢菩薩嘅坐騎。殿前設有一對威猛嘅巨大金龍。妙法寺喺1961年由洗塵大師同埋金山法師聯同一眾護法創立嘅。金龍環繞着紅磚砌成嘅前門大柱，由底層直捲至4樓。6牙白象。殿門入口中央供奉住彌勒佛像，兩邊企住護法4大天王。通去2樓嘅樓梯有半浮雕描寫佛陀嘅故事。2樓法堂係齋堂。頂層大雄寶殿屋頂橫梁上面嘅畫像描寫佛陀嘅一生。主殿供奉3尊5米高釋迦牟尼佛、藥師佛、阿彌陀佛嘅坐像。殿內壁鑲有1萬個金佛瓷磚，手勢不一。佛像依照北京頤和園萬佛殿中金佛規模而建。得嚟。妙法寺新大殿主要為鋼筋結構及玻璃，5尊大型嘅佛像材料係木材。妙法寺新大樓頂層係大雄寶殿。1980年5月，萬佛寶殿落成，耗資6000萬元，佔地2400平方米，高34米。雙層屋脊鋪上琉璃瓦，金光燦爛，非常有瓷製嘅動物裝飾。我身處大殿外嘅陽台，由於殿內唔俾拍攝，我又欣賞對面嘅青山群峰，由左手邊嘅青山延綿至北邊嘅源頭山。原來咧有一座釋迦牟尼嘅佛像咧，就係香港嘅廟喺室內最高嘅。2010年3月12日，綜合大樓落成，耗資1億6000萬。等齊老同學休息下先。妙法寺新大樓嘅底層，離開妙法寺出青山公路。
再左轉藍地大街去桂桂紅風味酒家食午餐。桂桂紅嘅有米豬係自家嘅製作。位於藍地大街嘅桂桂紅風味酒家，招牌原隻有米與香豬，先俾大家欣賞下。豬身釀入煎米，金銀菜響螺燉豬肺湯，家鄉煎蓮藕餅，冰鎮鮮鮑魚。仲有少少啊，有冇人要？係啊，有啲我唔有幾個啦？幾個？如果我整咧，我整嗰啲水係嘛？唔使上邊攞起先。而家有餸啦，一整到係點？點樣嚇？咁係點啊？快啲！即係多埋呢個喎。你生菜咧？蒜蓉粉絲蒸元貝、五爪大聖雞、湯浸新界菜心。食唔晒，打包免浪費。食飽後，沿藍地大街去參觀附近嘅屯門新村壁畫。一停5分鐘，唔係5秒，20秒。同幫我影啦，OK。翻嚟咧，就去揾翻你廁所嚇，路出翻嚟啊！要揾到廁所喺度。等走嘅時候咧，我哋喺翻你翻嚟。行啦，個影後邊。三角形嘅圍牆，長150米嘅壁畫，多個過去港人熟悉嘅卡通人物同埋圖案，其中包括牛奶妹、哆啦 A 夢、蠟筆小新、IQ 博士、小丸子、龍珠、悟空、角落生物、老夫子等。畫工精細，層次分明。壁畫由2位活躍於屯門藝壇嘅女藝術家創作而成。壁畫旁邊有一個智趣嘅休憩花園，可供免費參觀。有唔同種類嘅花花草草同埋農作物，仲放住幾張台同埋凳，可以休息一下。
村上龍嘅微笑太陽花，充滿着現代藝術嘅壁畫。接返大街上旅遊巴，下一站返母校參觀。好高我知道啊，所以咧唔緊要㗎，你哋真係盡量休息，你當我催眠曲。下邊咧就進入我哋維多利亞港嘅其中一個重要嘅海峽，就係南巴勒海峽。咁而咧，我哋進入去咧，下邊係啲狗啊，呢個9米半嚟嘅。南巴勒海峽咧就9條啦，係啦嗱，昂船洲大橋嗱，嗰邊係昂船洲大橋，跟住咧就呢條係。咁如果咧你哋咧覺得參觀母校，拜拜。